是安怎囡仔人较袂惊武汉肺炎？武汉肺炎的疫情伫欧美大爆发，互各国的政府头壳摸咧烧。伫找无好法度通阻断病毒摊开的状况之下，国不将拢小连续采取亲像封城，也是锁国迄款的手段，希望通紧甲疫情控制落来，避免互医疗资源崩盘。全球的科学界甲制药界嘛全面大动员，咧发展疫苗甲药物。经过个外月的拍拼，科学界已经偷偷咧了解即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致病机制，以及伊主要危害的族群。毋管是伫中国还是欧美国家，大家普遍的共识，拢是即个病毒对老大人，特别是有比如讲糖尿病、高血压甲心脏病等等的慢性病患者的威胁上大。不二过，除了呼吁较侪岁甲有慢性病的人爱特别细致以外，卫生单位嘛提醒少年朋友断毋通酷酷，确实家己少年毋惊得病，因为有愈来愈侪少年人得重病，甚至死亡的案例发生啊。毋过，到当咱还伫咧听到的，就是细汉囡仔得重病的例。照理讲，囡仔人因为免疫系统还未发展好势，抵抗力较歹，定定破病发烧，应该是会比大人较枵去患着武汉肺炎才对。但是伫即边的疫情内底，咱却罕伫咧听到囡仔得病，真是互人较安怎想拢想无。但哪来哪侪研究指出，细汉囡仔毋但共款会互新型冠状病毒患着，着病了嘛共款会甲病毒传互别人，而且佫因为囡仔着病了后，通常无啥症头。说使一个囡仔若着标，无定着会甲伊做伙佚佗的同伴，以及厝内的是大人小连续患着，一个无细致，就成做病毒世界团的超级传染者。一个中国深圳的医学团队，伫分析了391个武汉肺炎患者，甲1286个甲患者捌有接触的亲人也是朋友以后，发现囡仔互病毒的感染的几率，其实和大人差毋诚物。无人对即个新型冠状病毒有免疫力。若安尼是安怎细汉囡仔互病毒患着以后，煞无啥物症头咧？即个囡仔人较袂惊得病的现象，并毋是头一摆互人观察到。17当前，同款由冠状病毒引起的 SARS 嘛是安尼。迄当时得 SARS 的病人，主要拢是成年大人，无听过有半个囡仔去得标，阁免讲去住加护病房。对冠状病毒诚内行的美国学者 Ralph Baric，捌伫实验室甲 SARS 病毒用来感染无共血型的鸟鼠仔，伊甲鸟鼠分做2组，一组是拄出世3-4礼拜的，另外迄组是7礼拜至8礼拜大的。伊发现，随网 SARS 病毒伫即2种年龄层的鸟鼠仔体内，拢会使复制生炭，毋过因的症头会对年岁增加来恶化。7礼拜至8礼拜大的鸟鼠仔落尾拢死了了，毋过迄组3-4礼拜大的鸟鼠仔，敢若有1/5的鸟鼠仔死亡。别个学者嘛发现到共款的现象，拄出世无偌久的鸟鼠仔患着 SARS 了，随网体内病毒的量甲较老的鸟鼠仔相同，毋过因就是无明显的症头。为怎样囡仔较袂惊武汉肺炎？到当咱还是雾煞煞。科学家敢若会当根据迄当阵研究 SARS 的资料，甲手中有限的临床报告来推论。我甲几个可能的答案列伫下面，互大家罔参考。反应过头的免疫系统，毋管是 SARS 还是武汉肺炎，对患者健康上大的威胁，就是源自严重的肺炎造成肺功能损害。毋过，造成肺炎的原因并毋是病毒，煞是原底咧保护身体的免疫系统。大人，尤其是有年岁的患者，患着病了，医生定定会观察到走相向的免疫反应，还未甲病毒消灭，就先甲肺部创甲密密麻麻，互济人着爱插管，到呼吸器才通喘气。相比起来，
免疫系统还搁咧发育的细汉囡仔，就较无即个问题。针对即个现象，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免疫学家 Stanley Perlman 提出一个解说：咱的细胞是体内咧做气体交换的所在，外来污染物甲会致病的微生物，若互鼻仔输入以后，会当透过胃鼻孔直直通到细胞的呼吸道深入细胞，危害着细胞的健康。为着保护细胞，咱的免疫系统时时刻刻拢有派驻免疫大军踮附近咧监督，通随时甲无意中输入来的细菌甲病毒消灭。不而过，来自外界的物，并毋是拢全迄落对咱身体有害的微生物，咱定定嘛会拄着，可比讲花粉，也是土豆腐，迄款对健康无害的外来物。伫即种状况之下，咱无希望免疫系统浪费资源咧对因发动免疫反应。所摆，免疫系统确实爱对人的发育豆豆仔学习要安怎区别外来者的成分。成年人细胞的免疫系统发育完全，有类似车的车动迄款的机制，通来压制伊对比如花粉也是幼葡萄粉的反应，避免人着黑球病。毋过，即个敢若车动的机制，无的确煞伫冠状病毒头起先侵入呼吸道的时，互免疫系统无法度赶紧甲伊清除，致使病毒突破风线来感染迄组织。而且，阁因为体内无抗体通来甲对付，互病毒就安尼直直摊开，等候到伤侪细胞互伊感染以后，才发现代志大条，开始担水咧，靠我免疫系统来处理，就真歹收煞。和大人相比 ，Perlman 认为，囡仔细胞的环境还未发展出即个压制的机制，反射互因的免疫系统会当伫病毒还未踏入门。建立地盘的时，就甲伊清除，互因较袂惊冠状病毒。ACE2 受体的量引起 SARS 甲武汉肺炎的冠状病毒，拢是外壳细胞表面的 ACE2 受体来感染细胞。伫呼吸道下面的组织，亲像气管甲负责气体交换的细胞细胞，表面有诚侪 ACE2 受体。互因熬互冠状病毒感染着。ACE2 的量会对人的年岁增加减少，也就是讲，人若食老，因体内的 ACE2 受体会比少年时较少。这听起来敢若是好代志，互因较袂互病毒感染接着。毋过，事实上煞颠倒反，冠状病毒对老大人的威胁较大。这是因为 ACE2 是调控免疫反应的一个要紧元素，伊的量若无够，会互免疫反应走相向。伫动物实验就捌有人证明 ，ACE2 会当保护患着禽流感的鸟鼠仔，避免因出现严重的细胞损伤。伫美国咧做教授的中国学者古宏平就讲 ，ACE2 的欠缺无定定互免疫反应冲过头。反倒转来伤着家己。Barrick 教授嘛有共款的解读，毋过伊嘛强调讲，即个理论还阁需要较侪研究来支持才会使。总讲一句，科学界到今对即个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还阁无够齐全，无人知影到底是啥号机制，互囡仔人较袂着病。就亲像现此时伫美国白宫咧主导冠状病毒防疫的头人，传染病学家福斯教授所讲的，希望咱对即个新冠病毒的了解哪来哪深。早前针对 SARS 的研究结果嘛真有参考价值。毋过，咱若毋茫要伫即场战役取胜，原来阁有诚侪功课爱做的。